今仔日是元宵，台南县透早8点，市区就点头开始炸邯郸爷的活动，是吸引侪当地民众甲游客来到闹热。透早8点外，台东市区就开始放邯郸爷，邯郸堂8个肉身邯郸爷赤木体轮流徛伫桥顶，伫店面外口西接受世界等来的炮仔献礼。听讲搬演邯郸爷替身，互人帮，规年拢会真好运。蛮好的。炸完就好。袂少民众甲游客特别来观赏，也有人开直播，甲现场闹热的气氛传互伫外地的朋友，分享台东元宵节在地民俗活动。你会怕吗？不会怕。会不会怕？不会。带来好运。今年是2年，民俗认为是一个好年。搁再讲，即马民间感受到疫情影响愈来愈细。今年元宵节，台东献武堂甲邯郸堂，伫台湾县拢总有28场接受店面邀请，帮邯郸爷活动比往年拢较济。比往年多太多，尤其是疫情过后。今年我们特别邀请那个邯郸也来我们这边站，然后共好啊，那希望大家能传承台东的一个文化。台南县元宵节民俗活动24甲25会进行2天绕境祈福，拢总有67个阵头队伍上街路绕境。警方这届是派500外个员警，也甲义警指挥交通，呼吁民众照指挥细路通行，较袂塞伫路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